致敬拉里唔止小米嘅，仲有東瀛法拉利。嗱，好多車迷都知道林寶堅尼呢個品牌係點嚟，但好少車迷知道呢部車係點嚟。但又話返轉頭，呢個故事亦都有幾分嘅相似嘅。總括一句話咧，就係當年本田作為 F1 引擎嘅製造商，已經攜手威廉姆斯同埋麥拿倫攞咗6次嘅車隊總冠軍，當時都可以講係吊打法拉利㗎啦。直到法拉利同本田講咗句：你哋好識做引擎啊，但你哋唔識做超跑啊。於是為咗呢啖氣，呢部車就誕生咗啦。當然啦，你睇翻個殼，甚至係睇埋個底盤，本田都係借鑑得幾明顯下㗎。根據野史記載，當年本田嘅工程師咧拆咗6部348去研究佢嘅底盤，然後再進一步升級，融入咗唔少當年 F1 嘅同源技術。嗱，比方說底盤嘅幾何同懸掛結構啦，全鋁單殼體車身啦 ，VTEC 嘅發動機亦都係首次用喺民用車上面嘅，仲要重金請埋當年嘅車神冼拿去親自調教呢部車嘅底盤。而佢本人呢，亦都係非常之中意呢台車，所以呢個名場面你係一定見過。咁其實當然啦，上邊講緊嘅多數都係 NA1 嘅故事，而呢部 NA2 咧，其實都係做咗升級嘅。例如跳燈啦，而家就改翻一個明燈，然之後中置後驅嘅佈局咧係冇變嘅，但係咧就發動機升級咗，自吸 3.2L V6 嘅紅頭 C32B， 亦都係我認為最好聽嘅 VTEC。但同樣受限於君子協定啊，帳面數據都係得280匹嘅啫。而呢套外觀咧都係車主升級咗少少嘅 Type R 嘅造型，尾翼咧就大隻啲嘅。而且同期嘅拉里比啊，佢仲兼顧咗極高嘅日常駕駛可靠性，所以雖然佢稀缺，但係依然有保存得非常好嘅車喺度。嗱，尤其係香港呢個 JDM 聖地啦，最多嘅時候香港大概係60幾部，到而家大概都仲有30零部嘅一個存量嘅。嗱，所以 NSX 咧好多人喺展會入邊見過，但係真正可以拍到佢動態嘅時候，其實都有幾分感動。嗱，畢竟講真，就算打機啊，以前嘅極品飛車到而家嘅巔峰極速，想揸到佢啊，都並非一個易事。更何況有一部咁精神車況嘅車擺喺度咧。雖然如果論賽事成績或者絕對性能，日產嘅 GT-R 可能會有更加多嘅榮耀喺身，但如果講係 JDM 嘅精神圖騰，一定非佢莫屬。畢竟 NSX 代表住嘅係日系汽車工業喺超跑領域嘅最高傑作。